唱唱跳跳又来了，亚伯来到花莲县，节目忙开始就看到小朋友贴电视面呢。相信啊，今半日的节目听说会更精彩哦。第二集的内容当中，会安排嘅钢琴独奏、客家音乐、客家朗读也就演出。接下來啊，就叫下來欣賞佢阿哋帶來嘅精彩內容。住愛上堂嘅小朋友，會帶來客家童謠鋼琴獨奏。接下來啊，就叫下來看下佢帶來嘅表演。外为带来客家音乐，两个小朋友伫舞台上荡有出息，点出佢阿條千真的一面。接下來啊，就繼續嚟欣賞精彩表演咯。大家好，泡菜米，泡菜米，客家米，香香泡菜長貴州，泡菜面包甜福氣。年年泡菜做家種，春曉春眠不高興，處處聞啼鳥，夜來風雨傘，發落知多少。天忙公嘅世界，俺妹就很愛老外公，俺妹就很愛要閉嘴巴。記得哦，安尼表情要有，還要有笑容，安尼聲音要高老大，要分配清楚來。我嘅名叫到葉瑞珊，我今晡日愛表演嘅係朗讀，題目係考試嘅世界。我表演的內容裡面是講。他都不用功讀書，然後都讀書讀到3更半夜，然後會臨時抱佛腳。平常會寫的題目，結果到考試的時候，通通都不會寫，亂寫，都考得一塌糊塗。我在這邊，我是在學校會考到前3名。有時候在故事裡面發生的事，我也在這邊也會發生一些。其實我妹平常時嘛，圖書卡請用功寫詩啦。我拢唔是很記寫詩，其實我會寫。那到考試嘅前3日，
去做个青音字写，甲个拼名，拢买本去写。嘛，成成绩也算真好啦，因为有前3名啦，就是第1名嘛有啦，你啊。不过伊较兴趣的吼，属做的英文、书法，其对伊讲，其较厉害的啦。大部分拢拿满分，也算虽然的吼，看是翘翘啦，不过吼，嘛乖乖啦，真好啦。去上嘛。平常时我们的土法教吼，就有限你的本土语言作为课语的。然后因为佢平常土法教有人也能讲客话，那古时候先生那上课的体力都很先啊，叶瑞山小朋友，你先去了，好，养本他个谈一摆哈。啊，佢都千万人就讲哦好咧，啊千万人咧，做得咧，你做咧一直课唔是讲上课。其實因為我感覺有種咧平常時有講吼，唔到上課伊個吼，唔都啲安尼念，叫他詩都點用嚟念，都第一個意思。啊，伊無看到詩吼，平常安尼講，根本唔啲意思啊。我細個嚟感覺伊上課真係有賺哦，先生有教較好。我參加漢語認證，然後考到中級，然後差一些就會到高級。其實我感覺母語咧，比如說，做從細開始講，土不卡開始教，就會講，沒可能講母語，母語就是我覺得是媽媽的責任。你不教他的話，從小沒有教，因為在學校學的真的是有限，不像我們說想講就講，因為而家到那邊攏在講國語，講河洛話較多，講客話機會真緊真少，真緊土不卡開始做起，像我們嘅葉瑞山，經常要講客話，佢條白都冇嗌機話，媽媽，我用我要講客話，我來教伊機話聽，因為伊出生我只能講客話。當然，你一開始講話嘢就會講客話。佢講好，安尼愛我親輩吼，我超講你親輩喲。學習母語，青春有嘅就會落實喺生活當中。接下來，我就來談下小朋友喺考試時節。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呢？考試嘅時節，打造天文講嘅時節，我妹就係我老阿哥，我子紅廠，因為根本日好個愛考試，我傻傻放起來，肯定就會負唔差咧。明明草案部有認真吐到3更半夜，也還讓我調戲鬧變，連東西南北都分唔清楚。講句煽情意思，西馬走上馬衣，是到是當，貓咪將來做番薯湯。我三鋪腳做2鋪行，走到教室，看到同學清早就來到學校，每當認真在嘅看書，冇幾久，上課嘅鐘聲響嘅，害我出鏡一下，心寒膽戰，當緊張，心從差一些咧就會跳出來咧。欣賞本學考試間，先略略地看一下，沒想到大條都係大問題。奇怪，草案部嘅檢查錯到外圍去呢，到一下都還唔知好事轉來。時間流轉，眼筆變腳條，欣賞看我唔曉寫。冇緊緊的緊看我心肝都緊想，但係都想冇。講咩奇怪，平常我寫嘅題目，一下全部都唔記得咧。用本寫都寫冇掉記，我條看其他嘅同學，有人當認真猜嘅寫。有人跳那就會走爛皮咧，沒人愛強用寫唔出來。
想到爱出门见钱，我们喊上帝人是祝福，希我爱好好考试，唔好输本隔壁嘅村民。下课嘅总艺上向嘅，不讲考到牛班，就算系表牛试错咧，规个人都送上咧。所有嘅同学，好了嘅本性也照出来咧。吵吵闹闹，大家都唔记得调整考试紧张嘅气氛呢。虽然考题咧，唔过我哋自家考的唔好，尤其是考数学嘅时节，想到头脑就会爆题咧。国语还做得，体育嘅做得结果。其他嘅科目只有高本填名，都他没冇乜嘅用，也仲感覺實在當痛苦。人愛人打落，貨愛人點錯，我決定咧，一記做個唱到大，從今以後，我聽錯愛認真讀書。做時間嘅主人，好好嘅吧，唔會再個考夜叉讀書咧，安樣就會有好嘅成績。咩唔會本先生老阿爸阿妹輸氣，我嘅浪途到夜尾結束，希望大家。